3月初2，处理委员会志宏面店的中山堂里开会，志宏面还阁有法度听到庆声呢，所以人民啊非常的愤慨啦，讲安尼你开会，恁还阁咧杀人，真侪人就主张讲，都要甲警察大队甲取消啦，绝对袂使容忍伊存在。警务处长吴福祥伊就讲，安尼哪会使？这是机关组织的问题呢，若要甲取消，嘛都要动议长官来批准啊，这毋是我有法度通发落的啦。刷落，阁有人主张讲吼，嘿，恁这个行政长官公署，阁设一个啥物叫做宣传委员会，你控制新闻自由。若这款的压制人民的自由的，应该同时嘛都要取消。这周一二讲，我后摆吼一定会想办法可以实现，但是目前还阁无可能啦。阁有人阁主张讲吼，嘿，这杂的凶手到底真是毋是有逍遥法外？早久都是无人知呢。因就派讲，这个新闻记者啦，或者是代表啦，要去军法处的吼，看到底这人是毋是有去掠起来，而且有甲念影转来互民众来参考啦。最后一点，因就是讲，后摆咱这处理委员会每天的早起10点甲下昼3点，拢都爱开会，来解决一切代志。同即天的下晡3点，单于第2摆向人民公布。咱知影第一届就是3月初1，第二届公布是3月初2吼。单于就安尼啦，伊是看情势需要，即马台湾人民既然情绪遮尔紧张吼，伊就拢加减出面咧安答。即届单于公布内容是讲台湾同胞关系即届事件的处理，我昨已经公布过啊，你若拢有听到知我的意思啊。为着要安定人心，真紧恢复秩序，搁再有几点的宣布处理的办法，就是第一，凡是参加即个事件的人民，政府代念讲，就因为冲动一时失理智，绝对要将款发落。第二，即个参与事件，凡是被逮捕的人民，无条件释放进前讲需要邻里长保人啦家长保人，但即马拢毋免啦要互真方便，以免手续上的麻烦。第三，即个伤亡的人，无论是公告人员还是即个民众，无分本省外省，一律拢要同等补偿。第四，即个事件前后都已经有一个处理委员会即个处理委员会除了政府人员以及参政员、参议员等以外，有民间的各界代表，若有啥物意见，拢会用诶透过这个处理委员会尽量甲政府机关反映袂要紧。我是爱台湾同胞，大家应该会当放心。我即届希望讲透过公布，大家赶紧安心落来，恢复2月27以前的秩序，大家才会上做工课。经过即个事件，人民甲政府应该做一个检讨，大家彼此诚意合作，达到团结的目的。听甲实在我真感动啦！你来听，但伊是毋是英明伟大？伊是毋是做有诚意的？是啊，但是问题你若讲详细来甲分析实在讲起来，但伊所讲的拢是为乌擦白啦。你读历史的比较较细心你安怎分析讲伊为乌擦白？真简单啊，你甲看觅，228事变伊的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这外国官吏贿赂啊。伊竟然讲这个开革命这人民是冲动啦，欠理智啦，所以伊将款发落敢若对人民较有恩惠的，伊甲这个原因甲结果，规个拢甲颠倒摆起来，所以伊感觉伊拢无责任刷落的时阵，咱看会出来讲伊咧讲我爱护同胞啦，我咧爱护这台湾同胞你甲想看觅伊口口声声讲伊爱台湾，伊若爱台湾的时阵228事变要哪会发生？无可能，都是因为因贿赂，才有可能会发生这款因所有的暴动呢。即摆已经是起好难下代志到这个抗战来但伊就看有较软势呢。但是问题是，但伊即群伊为了伊的民主问题啦。安怎为了民主问题？真简单，
因为这个代志是伊掠出来嘛。啊，伊即阵是规个台湾全岛的行政长官。万一这代志若去互中央政府知影讲，因为伊的无能，才会产生即款的事变，我相信伊的乌纱帽也保不住啦。但是陈仪虽然这篇话是安尼花言巧语，讲啊，互真侪台湾人足感动的，敢讲大家拢看袂出伊的其中有啥物机关？当然，若头脑较冷静的人就知影啦。比如讲，迄阵处理委员会宣传组的组长，或者王添丁啦。王添丁先生，伊就真有气咧讲啦。伊讲革命先烈的这血是绝对袂白流的啦。换阵政府对这个事件歹好来甲解决的时阵难保讲未来还有第二遍也较激烈的冲突会出现啦。讲起来，王添丁实在真难得伊有先见之明。即摆这代志暂时甲按下，有一个问题真重要，就是讲，伫咧2月27暗时这个因为掠私分引起的即届228事件。包括讲官方的有6个是属于这个合作专卖局的人，4个是警察人员，拢总这10个人台湾人用心计较讲，无论安怎一定爱将因依法律来制裁。但是咱是毋是爱做一个交代？他这10个人即马到底安怎法律的？我顶段有讲到啦，因为派记者啦，或者是讲代表去军法处的看卖确实是有影啦。这个人要转送去台北第一监狱，这个代表去第一监狱一个看，那会剩6个就对啦。这6个是迄专卖局的啦，其他迄4名的警察，一般的人民连因姓什么名什么拢搞不清楚啦，所以无得去追究对啊，所以2个月了后，法院审判，这个台人的鲍学通判死刑，这共拍着伤的叶德军、叶德根判有期徒刑4年，就有人传言讲这个人虽然去用判刑，实际上法律拢无去执行啦。日出日落，一天咧过非常的紧快。所有的台湾人关心这一届228事件，今仔日未当解决的代志，毋望讲明仔载出现机会，代志会当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台湾人关心家己的运命。拢是希望明天会更好，但是实际进行又搁是安怎？谁知影？3月初3早起10点处理委员会伊就召开改组了的头一遍的大会，参加的民众真多的。但是问题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发生就是过去陈仪所派来迄5个官员。毋知走去倒去拢无看就对啦。遮尔重要一个会议，这个官员无参加是走对。所以有人咧传言讲这个官员已经得到中央政府将要派大军来台湾镇压的这款消息啦。所以因知影讲甲兵要来杀人因干脆无需要参加啦。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无一定讲大家都爱相信啦。当然，官方这方面的资料，也是讲电文当时发送，这咱后壁会做一个整理安尼无毋对。但是问题就是讲，瓜湾分下骹遐鸟白开始踮咧处理委员会开始咧活动啦。讲什么人踮咧后壁咧使弄的，什么人是领导者，代志安怎咧进行的，因拢咧控制。表面上敢若是民众的身份，实际上是因家己的鸟白掺杂伫其中咧扰乱安尼。对。所以伊希望所有的状况伊拢掌握。未来大军来的时阵，看要掠什么人，伊才完全了解啦。但是在这边的处理委员会当中这个主席叫做潘渠炎这是副议长，伊就踮咧这个会议内底报告讲军人这警察拢无咧遵守陈仪长官的禁止袂使讲随便开枪这款的命令啦。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佫有2件枪杀的案件发生。所以因就开始讨论几个议案，这议案的要点，第一点，要组织这自卫队，自卫队是由学生来负责。第二点就是讲，选5个代表，包括林宗贤这个人，透过这5个人，去拜托美国领事馆，通知世界也好啦，还是
中央政府有关228事件的真相。啊，第3点呢，因要求台湾人唔好随便拍外省的同胞啦。处理委员会安尼闹哄哄，还搁伫开会未煞，但是伫11点外已经有20几名各界代表到了这长官公署。当然来这所在就是要见陈仪，甲伊参考一寡代志。啊，陈仪原来足高尚的介大地安尼，伊无爱接见这20几名的这各界代表，即摆由着郭婉芬代替陈仪来甲因接见。因彼此处着几点的共识。什么共识啊？就是我即摆台湾人认为上食力咧，就是即个军队乌白开枪。这实在是记载袂牢。郭婉芬也答应讲好，无下晡6点要将即个军队甲撤回到一下点军营的所在，袂搁互因踮咧外口呢乌白乱踅伫抢事。个另外就是讲地方治安。由着宪兵、警察甲学生团体共同组织治安服务队来维持。关系民间无饭通食，郭婉芬也答应讲要将军粮拨出来供应民间的需要，来解决民间食饭的问题。刷落去关系即个兵抢事，郭婉芬也答应讲要将这抢事的人严厉甲查办有传言讲。南部的军队要调起来北部，甲民众镇压。郭婉芬是就抓兼跋杯讲无啦，无即款代志啦绝对袂将南部的军队调起来北部。还是民间所提出的，郭婉芬即马是安尼10件答应11件啦，足诚恳的就对啦，足诚意的，甚至讲甲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就安尼断胸坎仔保证。讲伊绝对是足诚意的，若伊所答应的就是表示讲陈仪长官同款的态度安尼，所以大家千万要放心啊。是台湾人透底啦，因讲的这大家嘛是拢足相信的啦。而且郭婉芬讲我讲的拢准算，那我讲的话无实现我甘愿以死下罪，切腹自杀安尼啦。足明的就对啦，跋足大斗的。伊就敢若一直强调讲，只要若无离开国家民族的立场，恁提出来要求，拢好解决。真伟大就对。所以刷落上警总，踮咧下晡6点40分啦，就发表一个公布啦，讲本部已经统领各部队的队长约束伊下骹手的，除去讲注意以外，袂使随便开枪啦。了后。代表就甲这结论甲保证摕转去中山堂向所有的民众来报告。处理委员会的治安组嘛踮咧下昼4点，台北市警察局召开台北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当然参加的人是袂少，拢是大粒武的就对啦。因讨论到尾因希望讲若到要维持治安。一定都要有群众组织的这自卫队，因就甲定名或者中义服务队啦，这做一个执行机关。中义服务队的队长什么人来做咧？就是一个鸟白军统，而且是警总内底一个算讲情报人员或者柯德辉担任啦。既然讲这柯德辉是一个鸟白那伊所带领的这个团体合作啥？中义服务队，是，嘛是一个了乱的团体啊。对本来就是安尼根据这历史的记载甲考证在228发生的这个中间中义服务队根本就是警总所设立的一个机关伊主要任务是啥物要收集情报啦，做鸟白工作啦。总队长正就是军统局。带在台湾的站长或者林登立啦，所以柯德辉只不过是啥物是这个中义服务队台北市的队长而已啦。安尼讲起来，即摆这中义服务队混杂伫咧民间，伊就会当利用迄个亲近的机会收集足侪资料，这也就是会用咱来甲解说讲为什么228事件的时阵，遮尔侪台湾人无缘无故叛去，因为自早就互一寡鸟白已经暗中有咧甲注意是无毋对所以你甲看卖嘛，
中义服务队实际上就警总的外围组织啊。哦，所以伊吸收的人是啥物款成员？遮有的啦，遮路麻啦，甲一部分捌真相的遮学生啦，遮少年家啊。实际上这拢是啥物人咧控制？拢是瓜湾分咧控制。这才是同可怕的所在。无啊的乌手，是啊，这个人报地迄红是瓜湾分。无毋对，所以你看陈仪有厉害无？伊一方面利用蒋渭川甲即个王添丁来争取领导权，一方面用特务来制作了乱治安的代志。所以在228发生了后有一段时间这中义服务队这队员做出真侪歹代志啦，比如讲抢劫啦，或者是甚至讲强奸啦，刷落去威胁，连王添丁这宣传组的组长，拢去受到因的威胁。表面上看起来，咱就讲这中义服务队，是由台湾人组成的，实际上因做这个行为，互一寡无了解陈仪的阴谋的人，毋知讲无啊乌手是甚物人。因会感觉讲真疼心，想要对比台湾人，安尼素质才歹。对，你看50年了后的国民党，嘛是共款甲乌道交结啊，这是因的传统嘛。按蒋介石一直甲即阵拢是共款啊，黑钱挂钩啦，金钱挂钩，这是因的精髓啦。咱甲做一个整理就是讲表面上由柯德辉所统领的即个中义服务队。表面上看起来讲伫咧协助民间维持秩序啦，个整顿交通啦，但是实际上暗中是伫咧替政府收集资料，而且暗中做一寡迫害的工课，也实际上原定是林定理林定理才是即个中义服务队的主宰者。马克林定理，伊决定佫是一个瓜湾分。对。瓜湾分决定规项指挥，就是归陈仪指挥的。陈仪顶头来国民党啦。对，无毋对啦。所以安尼讲起来，乌道甲政治挂钩都毋是即马才有诶，再来就有诶固有的、悠久的，它的中华文化。文化，对。所以的时阵，咱知影讲唯一。有法度看出来警总的阴谋的敢若一个人，什么人？嘛是同款啦，王添丁啦。所以王添丁尾死啊真凄惨，就是因为伊眼光伤过好啦。国民党无需要即款的人存在。伊刷到讲啥物？伊讲换准陈仪政府要安尼清彩做，无诚意，安尼哪有法度避免未来军民方面的即款冲突啦？伊希望民众家己都爱小心啦，而且都爱主动站出来替咱台湾人维持治安，以防万一啦。这是王添丁再三咧劝告台湾人。经过王添丁真冷静的观察，伊认为讲政府绝对无遮单纯的，所以定定用伊的敏感度发表伊的心声，有喙讲甲无烂。但是有几个听会入去，又有甚物人会相信王添丁的判断？这处理委员会的代志咱暂时甲按下。即马甲洪老师回头来讲，这个228事件，咱捌讲过，透过这收音机的放送，全台湾人台湾头子台湾尾，大家拢知影各地方到底是啥物款的反应我看即马爱来做一个交代。无毋对，因为。小一个掠书分引起全岛的即款革命实际上这毋是小天当然，这就是所有台湾人有命共同体。尤其听到讲掠书分造成甲讲这个政府方面不但无道歉、无处理，甚至佫拍伤人民、拍死人所以即摆台湾头甲台湾尾全省的全台湾人会遮尼激烈的情绪，就是干那一点考虑尔，讲今仔日你食阮伤够是啦，因为台湾人连接1年4个月迄款怨恨毋是干那点仔台北爆炸啦，对全国拢爆炸就对啦，拢已经爆炸是，譬如讲台北县就好啦，咱知影讲邦桥离台北的火车头同近啦，所以真侪在2月28號下晡這個台灣人就去包圍邦橋火車頭，甲火車甲炸落來，然後甲車頂這個外省人隨甲當作是貪官污吏，拖開甲剝啦。聽講外省人當然當上的有幾個啦，其他攏是
轻松的啦。嗯而且连因的行李随卡拢互调查，若有安尼规通啦，还是规买即个银票啊，拢当作是不义之财啦，全部放迄甲烧掉啦。哟，所以你甲看卖啊，这就叫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都是安尼引起的对。啊，你亲像讲3月初1啦，迄台北县也较乱呢，真侪即个群众拢冲入去县政府，去拍内底遮职员，职员惊甲毋敢去上班啦。一部分呢，即个民众就走去即仓库的，甲即个军事军用的即个物资啊，拢甲抢去，然后甲放火烧仓库。安尼讲起来，台北县的这乱的情形，无比台北市较轻松的。是啊。咱来讲基隆方面啦吼，因为基隆是台湾甲中国各省来往一个真主要的港口，所以基隆这个人哦，常常看到这个贪官污吏，这个奸商政府将台湾的物资一船一船运送到中国大陆，看伫个目睭内，怨愤踮咧心肝内，早就感觉讲哦，这代志是足无合理的。即马为这台北团来的消息，讲有发生这228事件，细官细啊，大家这个脑将心中气氛向单边先看到外省人就拍，踮咧戏门骹口啦，踮咧车头的啦吼，拍甲是安尼歪哥起撮，而且哦，开始有少年啊吼，厝诶坐袂牢啊。安尼啊。当天吼，伫咧2月28迄天，就有300-400个即个青年人，包括因平常时啊，或者食凊糜当等你啦，无头路就咧无头路啊啦，码头诶工人啦吼，一寡学生啦，未顾要上课，逐个拢总走出去外口创啥呢？就是讲吼，将这贪官污吏诶宿舍随经敲，有物件就搬出来烧。毋甲台北县拢共款就对啦。若有看到阿山诶就拍，嘿，所以讲吼。这个人民的怒火吼，已经是烧到极点嘛。甚至3月初1，伫咧基隆的要塞司令部宣布戒严了后，尽量民众是毋敢出门啊。毋过吼，伫咧街仔路共款啦，一世过安尼变变叫，庆声不断安尼。所以嘛，足侪人吼，真掠讲的情绪。3月初1吼，像讲这基隆市参议会，就有开紧急的临时大会。讲要安怎来应付目前这个社会状态？刷落3月初2、3月初3同款，明年啊是戒严，明年啊是戒毒，但是毋管安怎，总是外口一直不断有军警野枪拍伤民众、拍死民众的实例，所以因为讲大家吼心肝内非常的恐慌不安。毋若是敢若台北县、基隆，甚至包括讲新竹、台中、嘉义，南部的台南、高雄一带，一世过啊，大家拢全生活伫个非常的紧张不安的日子内底，一世过拢咧乱。爱好和平的台湾人实在真烦恼，是要乱甲伫当时啊，即款天年日子是要安怎过的？